观众朋友，大家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，文清平安。听讲老师即礼拜走去庙呢，哪会安尼？啊，为着要我去，翕什么？嘿，我去庙，去天公庙。嘿嘿，为着要翕即张对无？即张叫做什么？一这张位，一直变哦，其实叫嘿，做一位啦，一位变。一位。哦，听讲是迄台南最有名吼，台南有三个最有名的什么古董还是啥？变变吼，啊，变哪有就三个做？是其中的一个。其中一然后个一个一直变哦，伫就是1854年，是。去迄间天公庙以前的已经有啊。所以哦，是去天公庙的时甲摕来用。为什么用这个呢？就是讲，天就是讲伊天公庙的意思来讲，咱普通咧服侍的神明普嘿，通的佛教徒来讲还是道教是，拢不管。台湾的民间的宗教拢是有找一个人来服侍，比如哦，讲神公啦，还是讲关公啦，还是讲拢是一个人，老祖啦，还是，是空主啦，所嘿嘿，有遐有名的人拢甲封做神咧甲拜。哦，毋过天公无呢，天公叫做天公无，玉皇上帝无呢，因为嘿，无即个人，所以要安怎？其实咱咧讲的天公咱咧是，世俗咧讲天公，其实就是讲大自然的意思啦。哦，大自然是啥物呢？就是互人会惊、会敬嘿，畏的。即个哦，敬畏的大自然，咱普通叫是，做上帝啦。即哦，位上帝就是创造宇宙迄位上帝。咱普哦，通来讲，咱知影讲伊就是创造宇宙的耶和华。嘿，毋过咱若毋捌耶和华，毋知影创造宇宙啥物名的时阵，咱就是，讲这是大自然共款的意哦，思。所以一咱拢字变嘿，来讲一片啦，讲一片，一片，伊即个哦，变敢若一片尔。嘿嘿嘿，就是讲道理足济啦，你真理讲足济啦，逐个拢讲一项，最后呢，实在真理敢若一项，讲人假亦足济，毋达着天一位，哦，天一位是，咱知影即个一位是一位，代表讲，这是一个就是讲大自然足有力的，人无哦，法度人控制。比如嘿，讲落雨啦、做大水啦，还是讲嗯，地动啦，嗯，你较大的大楼都拢会变过，山就崩落。像咱今仔日背景即张是山呢，即张山是叫做奇来山伊有哦，3000公尺以上的山，逐是，日拢是足寒风足透。嘿，毋过上帝若要伫遮种花，你嘛是无法度着。你哦，看，伊顶嘿嘿，悬拢石头拢也无尽管拢一头，肥料，也无人压水，是是，啥物人来遮种花咧？这真水呢，吼，太种咧，这无哦，好种咧。你也无肥是，料，也袂当压水，我毋过倒来个遐尼水。哦，你安怎计划拢无效，毋达着上帝手诶。上帝讲要种花，就要种花啊！嘿嘿嘿，咱看真正着花真水啊！对，系啊，所以关老师其实有伫迄个什物山顶啊，翕着迄山顶对有时拄着风，哇，风若足透诶时安尼是，算算袂是像树仔尾有安嘿，尼千军万马安尼走过。嘿，足因为阮恐怖的，伫山骹咧行路，无你来看一段者看是，咱来一段看觅啊，阮伫山顶老师爬山。真正老师翕着诶哦，山顶雾着这哪像风台安尼？嗯，即个声音真恐怖，即个声音就嘿，是讲是风声足大迄是，树仔尾一直扫一直扫，嘿，毋知影当时要倒落来。毋过真正诶，阮有哪有安心安尼伫树吼，仔真诶哦，下骹，哦，树仔恁继续下骹就行就对了，继续行就毋惊恁真正这是有够，嘿。会当讲小可爱凭着信心来行路嗯，啦。观无观众朋友敢有遇着啥物代志吼？是你感觉千算万算啊来咧，千嗯，算万算，结果达着拢天一算毋个。着诶，
嘿嘿，我已经看到做侪朋友来吼，书画啊、明花、美秋吼，哦，林和吼，咱会当写落来哦，看卖啊。对啊！拄则我咧讲迄字变吼，其实是已经真久啊。啊，什么人写诶毋知影，毋过咱知影意思就是讲代表真理干若一项吼，你共走共学诶吼，一支喙好蕊蕊，黑白讲黑白话，逐项拢有理啦。伊安尼讲安怎有理？黑板讲成白诶嘛是有理。哦啊，真理干若一项迄个一，啊，佫有即个一吼。咱知影所代表的意思，就是讲迄个创造天地迄个上帝是同一个。啊，佫有因为咱毋知影讲上帝什么人啊，所以伫咱的民间的宗教吼，迄个天公吼是轮流做的啦，毋是讲什么人做，就是讲轮流做诶，轮流做对，伊讲。爱选爱提名啊，然后甲选出一个天公。哦，今年的天公是啥？啊，旧年什么人？哦，照轮流就对啊。哦，地神公也捌轮流过啦。地神公因为做无好去互换掉，安尼就对啊。毋是啊，讲每一档拢爱照轮啊。每一档爱照轮。迄个是用人的观念来创造迄个神出来，因为天公是大自然的足大，啊，迄足大总是要有一个人来代表，所以因就免啊，无人通代表，因就照轮流。总是安怎讲拢不管，哦，天公是安怎来源，哦，逐个人讲法无相像，毋过不管安怎讲，真理敢若一个就是创造宇宙迄个主叫做天公。哦，对，有人讲做大诶风好佳哉，毋是伫海顶即个明花因做爱去钓鱼诶吼，伫海顶啦，安尼吼，真正是人家船会变过啊，变过嘿，书法讲哦，上帝吼，伊诶丰富，咱毋知影诶智慧哦，是财物伊诶判断真歹尺度啦吼，是，无对吼，做歹去找着，人毋知影诶，拢讲这就是毋知影诶，就是讲啥物？哦，咱也毋知影，就讲迄大自然。咱讲迄大自然吼。啊，其实是上帝吼，咱来看圣经啊。咱今日要讲一个好野人诶故事。耶稣有讲一个譬喻啦吼，耶稣用一个譬喻甲因讲，有一个好野人，伊诶产能大丰收，伊心内想来想去，讲我无够所在通顿我国，但要安怎？我国遮尔济，无所在通顿，要安怎？要安怎呢？有钱啊，伊就讲，我着安尼做，我要甲尺寸拆起来，搁起较大间，通来顿我国甲一切财物。然后对我家己讲，灵魂啊，你已经积聚真侪财物，有够通用真侪年，经营啦，来啉、来食、来享受。是。毋过上帝甲伊讲，戆人啊，今日就要收回你的性命，你所积聚的一切要留互啥人？哎哟，无彩呢吼！一大堆单要开始坐落来享受尔。伊要坐落来享受，讲我的财产遐尼济啦，我会当经营啦，来啉哦，来食哦，来享受哦。对。泡茶哦。泡茶要开始泡茶时，上帝讲来天顶泡，嘛毋是去天顶诶吼，咱想要去地狱，敢是？地狱吼。地狱咱去看，所以讲咱吼安怎努力吼，拢无效啦吼。就是讲你爱伫存谦卑诶心，咱台湾人吼有较固谦，咱台湾人讲千算万算，毋代表天是会对无？中国人讲人定胜天，讲人一定会赢过天。这上无谦虚，上无顾谦啦，无谦卑啦。无顾谦。台湾人较谦卑，伊就讲。是。咱来看耶和华那讲诗篇39篇第4节、第6节吼。耶和华，求你，互我知本身的结局。甲我年岁少了偌济，
互我在软弱到知影，是讲是，恳求耶和华，互咱知影讲，咱人诶生命是愿意软弱，嘿，愿意切。对哦，咱诶岁就讲咱诶少爷，咱是几岁？咱是到底会当活几岁？你要清明来啉来食，你是要清明几年？是，互咱了解遮。第六再讲，人生实在亲像影，因无用试试，真正是无采工啊。是，所积聚诶，会互啥人入去？嘿，逐个人拢无用试试啊，为着趁是，钱，为着即项，为着迄项，为着要嗯，积聚更较济财产，对，所以吼，真正是无采工哦。圣经内底安尼写。是，所以咱要安怎来真做一个有智慧诶人？是讲你怎样伫迄个谦卑，莫讲家己遐尼大，毋通讲人一定赢过天。咱谦卑，讲毋带着天收诶就是讲较顾谦诶。然后真理敢若一项，耶稣总讲一句讲，听人亲像家己，这就是上重要诶概念啊。敢若一条尔，你会当做到就拢好啊。所以毋免喙好累累，讲甲道理一大堆其实一话就好啊，一撇就好。迄个一撇就是安尼一一撇，配就好，一就是撇就好，互即个你解释千算袂。万算，天一对，话，天一话，即个一话就代表了足济天然的迄款自然的道理伫内面。有人讲上帝就是迄个一对无吼，后壁做者零零零零零，咱拢是零零零。若无迄个一吼，后壁零拢无效对无吼？无头前一个就是一，迄个七，就是迄个迄七，个一对，迄个七。迄个七，安尼吼，对啊。所以其实迄个财主啊，伊若要知影讲家己今仔日就无去啊。今仔日就要去，就无命吼。伊是毋是会做无共款诶代志吼？观众朋友，若准咱知影讲，会当活到几岁，还是咱诶生命无偌久诶时，咱有想，咱佫有想要做即份要做诶代志吗？安尼吼，其实会当定定问家己吼，讲我即份做诶代志，敢是我真正想要做诶吼？敢是我人生要追求诶，安尼对无？吼，所以老师做早就退休啊，吼，就去爬山对无？真是安尼。你看迄张图，我诶背景迄张图哦，迄顶悬是拢做坎坷诶哦，拢石头无土，既然无土，拢敢若幼石啊，是免啊，迄花哪种诶话？真诶，这这是上帝真你讲奇妙对无？遮拢是石头。迄石头淋落来，算毋是拢地死了了？你看即边嘛是拢石头呢吼。下放诶山。人会讲老师即个图是合成诶哦。毋是哦，迄是真正诶哦，我无共骗啊。这真正是山顶翕诶哦，这敢是老师顶界跋倒为着要翕这啊？无啦，毋是啊，跋倒另外一位啊。好，真正吼，所以明辉嘛讲啊吼，对，人算不如天算吼，嘛是听人，那听家己，亲像家己，听人亲像家己，这是所有落来诶总拳头。是，有一个朋友吼，新朋友来啊，林勇，你好。朋友，这台南新教会朋友。你好吼，真欢喜今仔日会当做伙来讲台语吼。观众朋友，你若有啥物想要了解诶，还是你有知影啥物好诶故事，还是好诶俗语吼，拢会当甲阮分享吼。阮会当请老师过来找讲圣经倒位有讲这吼，真趣味吼。嘛是希望逐个人拢会当毋是迄个毋伫天一话对无？咱拢是因为找着迄话，所以才有价值诶安尼。吼，是安尼。多谢老师，嘛多谢观众朋友。后礼拜一的 AM 台湾8:10，泰国7:10个做伙来讲台语。即个节目是台湾台南新教会林老师吼，同泰国科莫基金会吼做伙主持诶吼。观众朋友会记家己啥物按赞，饲一个赞吼，因为咱拢是啥物，拢是有智慧诶人吼，拢会当去找着迄个。
迄个一迄个位，我迄个一位最重要，迄个一位哈。好，多谢老师，多谢大家，多谢，平安，后礼拜再会。平安。